家好，我係唐有橋，呢個係我嘅盲人安全提示器，係一個專為視障人士設計嘅輔助裝置。創作靈感嚟自於視障人士外出嘅時候所面臨嘅安全隱患，例如過馬路嘅時候察覺唔到路面嘅情況。我呢個發明呢，透過可攜帶式嘅感測同埋提示系統，喺使用者接近危險或者需要提升嘅時候，透過聲音即時發出警示，從而提升行走嘅安全性、自主性。操作簡便，只需要帶喺身上面就可以自動感測環境，有效預防碰撞同埋意外，讓視障者外出更安心、更獨立。多謝。而家就等我嚟為大家示範下啦。當前面有障礙物嘅時候，佢會響嚟提醒盲人前面有障礙物，等盲人小心啲。就係咁啦，多謝。